誰信他講的說話，情話聽多了變化，才當他瘋癲，怎會害怕他的真摯，難看出真假，查核到他跟他對象想講分家，不過嫌他窮極甚至無力送花。據說女友快要搬，哪個會信結果竟可這般？他居然能想起我，說沒有一位比我更喜歡。他怎可以轉眼喜歡你？他剛分手怎大笑相機？他的飛歡太像戲，全沒有骨氣，突然忘掉了要生要死。他的轉變竟快過天氣，憑你我若置身處地，必須等心裏消氣，方可等愛恨過期，通通不想記起，才可翻生激起士氣。奇怪的他真美妙，流逝的不再重要，捱了失戀至同一周便退燒。他的心裏煩惱知多少，其實信他喜歡我，代表他得了，不太重要，時候極快明白太少。據說女友快要搬，哪個會信結果竟可這般？他居然能想起我，說沒有一位比我更喜歡。他怎可以轉眼喜歡我？他剛分手怎大笑相機？他的悲歡太像戲，全沒有骨氣，突然忘掉了要生要死。他的轉變竟快過天氣，憑你我若置身處地，必須等心裏消氣，方可等愛恨過期，通通不想記起，才可翻生激起士氣。原是他更深相誓也被怕，盡快愛新人吧，毫無代價，能投入再度試驗別人可否愛他。他怎可以轉眼喜歡我？他剛分手怎大笑相機？他的悲歡太像戲，全沒有骨氣，突然忘掉了要生要死。他的轉變竟快過天氣，憑你我若置身處地，必須等心裏消氣，方可等愛恨過期，通通不想記起，才可翻生激起士氣。或者他只想依賴你，或者他真的傾慕你。世界孤兒非愛侶。
保值，分析過去。